你要不要给我载？你要互我载无？最近身体有点虚，我要出点好料来给他补一下。最近身体有淡薄仔虚，我要食寡好料的来甲伊补一下。老师，他给我打。老师，伊甲我拍。时间给他高度好快。时间互伊过了足紧的。我要给他讲，我们搬家了。我有甲伊讲，阮搬厝啊。这几天常熬夜，所以经过苏达巴客数会顺路给他买上一杯去上课。这几工定定拼面工，所以经过苏达巴客数拢会顺续甲伊买一杯仔去上课。